Hello， 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如果我們要形容一個人看起來不是很精明，不是很靈光，我們就可以說這個人看起來好呆啊。這個好寫有效的好，敢有道理？到底正字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小張維持一貫的風格，直接講結論。好呆就要寫這字好，這個字安怎發音？在公文內底用好老切，音就要讀作好。什麼意思？在藥片內底寫好金牛毛，意思就是怣怣啦。在措辭內底有寫直好牛字自考，這兩字就是標準的共義連詞。咱即馬來討論這字好的聲符。這個字上少就有兩個韻會使讀，若是讀作有韻的時陣安怎用法？一句話的句，翹句的句，攏是讀作有的韻。若是讀作後韻的時陣安怎用法？有教無教的教。教我的教，攏是後韻。咱即馬來講一個較特殊的，嘛袂使講較特殊啦。其實就是加一個伊，這個伊就是介音，加這個伊了後，就會使讀作鳩。咱來看說文解字安怎寫。鳩，天寒逐鳩夜，將逐鳩聲。這字鳩就是這個用法。若是看了無詳細，咱即馬過來看劇片安怎寫。寒冬秋逐鳩，不春夜。卡揪起來，就是用這字揪。咱來講結論，好呆的好，袂使寫有效的效啦。會有效的人，哪有可能是戇大呆，對不？好呆就應該寫作安尼。這個字音義皆全，無大見閣有文獻的支持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